暗特别伫个森林好尾的高铁特定区来办国庆烟火，有济民众为着要抢到看烟火上好的位，拢提早来号位。啊，这个高铁特定区早暝就来30外台的录影车。啊，讲即届的国庆烟火会来大约30万的人潮，真侪摊商是烧卡忍手，要来趁一条大条的。 30外台录影车半暝停伫停车场排规排，烟火这人毋是来录影，是提早来占位要欣赏国庆的烟火。国庆烟火沿岸头一摆伫森林放，好尾高铁特区的空地啊时啊较快，真紧就好这的车停去啊。这录影车有食有啉过当休困，民众插国旗拍什么好啊欣赏暗时的烟火表演。对，每个地方每个县市都会释放啊，所以我们的个人就比较方便。哪边有国庆烟，我们都往哪边冲。 估计有30万人来看，摊商嘛量早来准备为便当来饮料拿。头一摆伫国庆烟火摆拿做生意，所传的量有够无够嘛唔知影。足期待啦，4点外起来，第一遍来我嘛唔知影，差不多1000杯啊。 这大杯萝卜饭实在比平常时加传4杯，希望讲趁国庆烟火日条会当趁一杯啦。尽我们的能力，就是准备蛮多的分量，希望今天来的游客都可以品尝到我们云林在地的美食。白饭冚几啊片的牛仔粿，还有南方公公的卤肉甲酱菜，看到真好食款。享受料理，还有国庆的烟火通欣赏，乡亲甲摊商对国庆日暗时的表演活动拢真期待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